呢個係我哋繪本伴讀系列嘅最後一集。開始之前，先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你希望孩子長大後記起同你嘅相處時，係記得你催促佢快啲食飯，係記得你提醒佢做完功課未，定係你哋一齊匿埋喺梳化上面一齊閱讀嘅情景呢？今日想同你分享伴讀最深嘅意義，從來都唔係淨係讀完一本書，而係我哋送俾孩子，亦都係送俾自己一份叫做陪伴嘅禮物。伴讀除咗提供知識上嘅增長之外，亦都有建立穩定嘅安全感。大家可以同孩子相約一個時間，無論係睡前、早餐後、沖涼前都可以。關鍵係固定，等孩子知道呢一個時間，媽媽或者爸爸係完全屬於我嘅。等孩子慢慢期待呢一個時段，甚至會主動拎起本書，提醒你一齊要閱讀，代表佢從中得到安全感。一種無論今日發生乜嘢事，我哋都會有呢一段溫柔時光嘅確定感。而作為家長，日常有好多繁重勞碌嘅時候，同孩子伴讀就好似自我療癒嘅時刻。唔好小看呢一啲插畫，喺故事同孩子之中，可以幫助成人揾返童真同埋幻想。伴讀療癒嘅唔單止係孩子，亦都包括家長。每本繪本故事都係連結內心嘅好機會。讀完故事之後，唔需要急住問學到啲乜嘢，你可以試下問孩子：你最鍾意邊一頁？點解啊？如果你係主角，你會點樣做啊？呢個故事有冇令你諗起啲乜嘢呢？孩子嘅回答可能天馬行空，但係亦都可能悄悄透露出佢嘅恐懼、渴望或者係快樂。例如孩子可能會回答：我想象自己係故事中嘅小鳥，有時候我都想自己飛一飛，表達佢想要獨立嘅心情。伴讀俾咗我哋一個溫柔嘅入口，走進孩子講不出口嘅心入面。持之以恆嘅伴讀習慣，會喺好多年之後成為你同埋孩子共同回憶嘅鑰匙。孩子可能唔記得故事細節，但係佢會記得爸爸或者媽媽溫暖嘅擁抱，同埋嗰啲一齊笑嘅溫馨時光。其實伴讀係一個愛的雙向練習，我哋總以為係我哋喺度陪伴孩子，但係其實孩子都陪伴緊我哋。喺伴讀嘅時間裏面，我哋練習專注當下，放低手機，亦都放低對孩子嘅囉嗦。我哋練習緊聆聽，而唔係淨係同小朋友說教。伴讀嘅真正禮物，唔係孩子學識咗幾多字，而係我哋一齊創造咗一段充滿愛嘅時光。最後一集想同各位家長講，如果你曾經因為伴讀而感到挫折，覺得自己做得唔夠好，其實當你願意開始踏出第一步，就已經係100分㗎喇。孩子嘅記憶裏面唔會有一份成效評量表，佢只係會記得有一個溫暖嘅擁抱，有一把令佢安心嘅聲音陪佢經歷。希望每一本繪本都成為你哋愛的見證，亦都希望每一次共讀都係彼此心裏面種下溫柔嘅記憶。